大家好，我係金特利，歡迎收睇金特利玩具收藏。呢入係 Bandai 喺2000年代初推出嘅復刻版聖衣大系青銅聖鬥士鳳凰座一揮。聖衣大系初代大概係喺1987年推出，而家早就絕版，喺收藏市場上被炒到天價。2000年初 Bandai 再推出復刻版，令好多細個買唔起玩具嘅人喺長大後可以用合理嘅價格圓夢。記得當年一盒正版要港幣99蚊左右，我當年讀小學，每日零用錢大概2至6蚊，根本無法負擔。呢款銀盒復刻版如今距離推出都過咗20幾年，喺市場上亦漸漸變成新一代嘅古董收藏品。無論係擺喺櫃入面展示，定係攞喺手上把玩，都充滿咗回憶殺。